太丑了，我不穿。你们俩够了啊！不是吧？骗套！走错了吧？这还是咱们家吗？这是被你抢劫们回来了了吗？怎么乱成这样？不是，雪姬，我们家本来就挺小的，你这买这么多东西，放不下。雪姬，我跟你说过，住在这里不要乱占空间。可是，这些都是我给你们买的呀。你看，太后，我给你买的鞋。真的吗？限量的哦。还有，给你的游戏机。不会吧？以后这种东西把家里堆满了，没事儿，不嫌多啊。这些真是太赞了，雪姬，我正经跟你说啊，你就是天使，你知道吗？天使。真的吗？真的送给我们，不会要回去吗？我从来没有收过这么贵重的礼物。雪姬，你就一直住在这吧。这个游戏机怎么玩？好想试一试。这些东西呢，我都不会要回去的，你们慢慢玩啊。还有这些都是给你们的。哎，雪姬，你买这么多东西，不少钱吧？那你干嘛还住这儿啊？住这儿呢，是因为有一定要住在这的理由啊。噔噔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是不是要组装？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不用。就看一下嘛啊。我是不会穿的。哎呀，我买都买了，收下吧。谢了。为什么他们是那些？我是这个。因为这个是全国限量的，嘿，这有2件，我自己画的。这个是我，这个是你，你1件，我1件。这个是我，这个是你。太丑了，我不穿。哪丑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家里这么乱？你回来了，看我衣服，帅不帅？帽子，好不好看？啊？我这个手表，打游戏超级好的。怎么这么多盒子？怎么这么乱啊？都是我打扫，都是我打扫，你们有没有良心啊？小点声，雪姬睡觉呢。不能吵到我的小天使啊。小天使？这才几天就成了你们的小天使了？哎，这个是给你的。啊，真的是我的号哎。好好看。还有这个。这个是给我的吗？这包闻起来都是钱的味道。还有吗？都是。对，这都是。快递，快递，我去开门，我去开。快递吗？给我。什么东西啊？快打开啊！雪姬在吗？这什么？快递仓库？不知道。雪姬，有人找。你怎么来了？嘿嘿，这个是吃的吗？这个是蛋糕？上次说喜欢的蛋糕。
雪姬，你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？什么地方？穷困潦倒。什么？穷困潦倒？好，对我来说，这就是富丽堂皇。要不，给你们买个房子住吧。不用了，来，快来吃蛋糕啊！来，莹莹觉得气氛不对啊。硝烟的味道。走，去，回房间去，走。哦，对了，你回国的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啊，你说签新人的事吗？今天看了很多新人资料，还在选。你喜欢什么样类型啊？我呀，我喜欢个子高的，然后呢，穿衣服要好看，长得要帅。平时呢不太说话，看起来像个冰山，但实际性格超级可爱的人。幸好说长得帅，不然的话我还以为你说他呢。说什么呢？诗怡可帅了，好不好？雪姬，最近想出去玩吗？这几天天气还不错，想跟我去旅游吗？想，有好多想去的地方呢。不过最近没时间，改天吧。谢谢你的蛋糕啊。雪姬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雪姬，我不能继续让你住在这里。如果你非要住在这里不可，那我也不走了。有难同当。随你的便吧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当然不走，雪姬让我留下来的。没有多余的空位了，只有沙发可以睡。我不睡。我觉得我可能出现幻觉了，不然不会出现这么一幕吧？很难想象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原来我们试衣是这种风格啊！应该多拍几张照片。我去看电影，来不及拍了。来吧。唉，
来很久了吗？没有，喝什么？橙汁吧。走。好喝吗？还不错。我尝一下。嗯，好喝。可这是我刚刚喝过的。我知道是你喝的，所以没关系。电影已经开始了，进去吧。